各位爸爸媽媽，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呢個嘅故事嘅導讀時間。今日咧，我哋要讀一本好特別嘅聖誕繪本，叫做《天使的禮物》喎，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本啦。呢本書咧，都幾特別㗎喎。見到咧有個好似有少少似太空人咁，但係有雙翼咁樣，係一個好似比較現代版嘅天使啦。咁就其實作者或者繪圖嘅人咧，都用一個好誒有趣嘅方式咧，去表達比較從小朋友嘅角度啊，去睇翻咧耶穌降生嘅時候發生嘅事喎，咁樣所以都幾吸引嘅呢個故事，誒。無論你咧有冇基督教信仰都好啦，咁其實或多或少都有聽過聖誕節嘅來源啦，咁樣咁係一個另類啲嘅角度去睇聖誕節嘅意思啦，同埋咧作為小朋友或者任何一個人睇到呢一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哋嘅反應會係點樣呢？咁我哋會點樣去喺呢件事嘅發生嘅裏面做一啲嘢咧？咁樣咁呢個就係講緊一個天使，佢見到呢件事發生嘅時候，佢好希望係做啲乜嘢喎？咁樣。咁耶穌佢曾經講過啦，我是世界的光。而呢個故事咧，就係講呢一個小天使點樣去發現自己都可以成為光喎。咁我哋一齊繼續睇落去咯喎。咁我哋睇到啦，咁其實呢度一開始嘅時候就係一 show 緊一個天堂嘅地方啦。咁唔知道家長你哋相唔相信世界上咧係會有天堂？尤其是喺啱啱雲福縣發生不幸嘅事件嘅時候，有好多無辜嘅人離開呢個世界。我哋咧有信仰嘅人咧會比較有盼望，佢哋可以將來就算我哋唔識都好啦，我哋去到天堂嘅時候都會可以再見翻佢哋啊！咁呢個都係一個盼望嚟嘅。咁故事一開始就係講緊天堂裏面。喺2000幾年前呢，去收到一個資訊就係咧，一個嘅小 BB 將要降生喺呢個世界。呢個小 BB 當然係一件好特別嘅 BB 啦，所以天堂裏面咧咁震撼咧，而每一個聽到消息嘅，無論係人啦，或者係大自然景象啦，或者係天使啦，都好想咧為呢一個 BB 去做一啲嘢喎。唔好意思啊，有少少唔舒服，所以個鼻有啲塞住。咁而其中咧就有一個嘅小天使咧，佢係天使裏面最小嘅一個啦。喺呢個故事裏面講到，咁天使都覺得自己太渺小啦。而咧誒當中咧，佢又諗過咧去送唔同嘅禮物啦，包括送啲風俾佢好唔好咧？送啲雨俾佢好唔好咧？送啲音樂俾佢好唔好咧？咁但係原來都已經有啲大自然景象啦，或者係雀仔都已經送咗呢啲禮物咯喎。咁佢點算呢？最終咧，故事係講到原來佢發覺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光咧，去作為一個禮物喎。聖經裏面參考啦，可以睇返一個因為都有好多關於光嘅經文。馬太福音5章14至15節講到：你們是世上的光，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嘅人。而聖經呢，都連結咗呢個天使佢有變光嘅能力。咁聖經有好多嘅經文啦，包括約翰福音8章12節，耶穌佢係光源。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嘅咧就唔會喺黑暗裏面
裏面行啦。而我哋咧就好似一個即係當光照喺我哋嘅身上嘅時候，我哋會反射到耶穌嘅光，可以照亮到黑暗，係啦。咁咧，原來咧，天父上帝從來都唔係睇我哋有幾大嘅能力啦，而係睇我哋願唔願意將自己嘅光咧放喺燈台上面啦，係啊，即係唔係放喺個台底下面，放喺當眼嘅位置去照亮身邊嘅人喎。咁而咧，其實故事裏面，當小天使發現自己原來都可以發光，做返自己就可以即係發揮到自己變成禮物嘅時候咧，原來唔使變成任何嘅嘢喎，係啦，就要去揾返裏面可以發出嘅光。嗯。咁所以咧，呢個嘅故事俾家長有啲咩啟發咧？其實好似都幾簡單、幾直接啊，係咪啊？係啦，咁首先第一咧就係信仰嘅層面啊。咁聖誕節咧唔單止係收禮物、食大餐嘅日子啦，更加係紀念上帝最珍貴嘅禮物，就係耶穌基督送咗俾我哋啦。耶穌咧，佢係清晨嘅日光，要照亮咧坐喺黑暗中嘅人喎。而我哋每一個信主嘅人咧，都可以成為家庭、社區入面嘅小天使，反射主嘅光。而第二咧，我哋可以從教養嘅層面去諗翻，即係呢個故事其實可以幫助小朋友去睇見自己嘅獨特價值。大家都可以問下你嘅小朋友，你覺得上帝賜咗啲咩特別嘅光芒俾你咧？係啦，譬如話，都有每一個孩子好有特別嘅特質啦。有啲咩最出眾嘅咧？係善良啦，係創意啊，定係好識安慰人咧？咁即係舉我個仔苗苗做例子啊，咁佢係一個啊。其實都有創意，亦都好善良嘅人。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比較我最欣賞佢嘅地方，都係佢嘅善良啊！就係佢誒，就算係一件佢好鍾意新買嘅玩具，自己用自己努力咧儲貼紙去換翻嚟嘅玩具咧，佢都好樂意去帶翻去教會咧，去分享俾即係或者係分享俾佢自己好鍾意嘅朋友咯。係啦，佢又唔介意人哋攞去玩㗎喎，咁樣咁佢雖然真係好鍾意嗰件玩具，咁而佢亦都會即係可能對於尤其是對於細過佢嘅小朋友啊，咁佢都會好願意去分享同埋講解點樣玩咯，係啦咁樣，咁佢亦都好有同理心啊，等等。咁但係即係銀有兩面噶嘛，係咪？咁佢好善良，好鍾意分享，但係同時間咧，佢就即係唔係好識得太珍惜佢擁有嘅玩具，即係可能轉個頭就劈咗喺度啊，會散亂啊咁樣。咁所以誒誒，即係每個小朋友佢有佢嘅特質，亦都有銀嘅兩面。我哋能唔能夠去睇到佢銀嗰個美好嘅嗰一面，而咧即係同一有個銀嘅另一面，我哋點樣去幫助佢去認識佢自己，發揮咧佢發光嘅嗰面咧，即係去盡情嘅去照亮其他人咧，咁樣，咁呢個都係好需要家長，你係最清楚、最認識小朋友佢正面嘅特質係點樣，盡情去欣賞嘅同時咧，佢因為呢個銀嘅另一面，可能產生嘅軟弱嘅點，我哋點樣去扶持佢哋咧？咁樣。咁當然銀嘅光嘅一面都係帶俾我哋動力啦，去幫助佢去即係扶持佢軟弱嗰面啦。咁
聖經裏面咧都有講到，因我看你為寶為尊啊。咁喺呢度即係個故事就大概即係嗰個交代係去到呢度啦。咁其實故事裏面咧，即係可能喺開始之前，大家都可以同即係借咗本書翻嚟嘅話嚇，家長都可以同小朋友去交流溝通啦。小朋友收過最難忘嘅禮物係啲咩咧？因為天使的禮物，講緊送禮物啊嘛。咁啊，聖誕節都係好多時候用禮物去，即係去分享去愛啦，表達愛嘅信息嘅一個節日。咁所以聖誕節都離不開會講下禮物。咁所以從呢一個話題去開始呢個故事都係非常之合適咯。咁跟住佢就可以再問多句，如果你要送一份禮物咧，俾一個 BB，係啦，一個好寶貴嘅 BB，一個好似你嘅親人、你嘅細佬妹咁樣一個 BB，你會送啲咩俾佢咧？咁樣，咁睇下小朋友會諗到啲咩啦。咁跟住，而咧講緊故事嘅時間，我哋都可以多啲去形容翻天使，佢覺得自己好微小，好冇能力喎。咁如果你係天使，你又唔可以做呢樣，又唔可以做嗰樣，咁你又覺得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樣，咁誒，咁亦都可以問佢點解佢會覺得自己太渺小咧？即係咪做唔到人哋做嘅嘢咧？咁樣。咁而讀完之後都可以再問下佢哋覺得自己有啲咩特別嘅光芒咧，好似頭先我講嘅嗰啲嘅特質啦，咁樣。咁呢個就真係好睇家長咧，有幾認識自己嘅小朋友，唔係好寒咁樣喎。你都好叻啊，係啦，即係定係即係講啲人人都有嘅嘢啊，定係其實你係從你認識小朋友嘅觀察佢嘅即係行為。觀察佢對事對人嘅一啲嘅例子去講翻啦，爸爸媽媽見到佢有啲咩嘅美好嘅特質，係好欣賞佢而係發光嘅呢個地方。啊，媽媽見到你喺做某啲運動項目嘅時候，係特別盡力、特別投入、特別咧係好似發光咁，即係呢啲位置咧，其實爸爸媽媽你哋最清楚嘅。亦都會再問你呢個發光嘅地方又可以點樣一齊去發揮多啲，去成為人哋嘅光咧？咁樣。咁其實我呢度誒都有少少即係私心咧，去分享一段好似唔係太關事嘅經文，但係咧呢個圖書呢一頁啊，大家可以望下喎。小天使抬頭望，整個宇宙無邊無際，他感覺自己好小好小。唔知道咧，大家有冇去過旅行，去過啲好一望無際嘅天空啦，尤其是咧冇乜光害嘅地方咧，個天空係滿天星喎。有陣時香港都好幸運地，即係去啲離島嘅地方咧，我都試過見到滿天星。呢啲時候都會覺得哇，好 Amazing，即係好神奇啊！點解可以咁靚嘅呢個天空？而地球其實可能係比我哋望上去天空嘅星星仲要細好多倍嘅時候，我哋就好清楚知道呢個世界，呢個宇宙實在係太大太大。而我哋作為一個人，真係喺呢個世界裏面咧，小到好似一粒微塵咁細。咁即係咁，點解我頭先又講話，哇，小天使又覺得自己好渺小，人又覺得自己好渺小，咁咁點發光啊？發光又點啫？都睇唔到，係咪？
咁呢個其實咧係一個誒，正正就係呢一個對比啊，係啦，先至可以突出得到原來天父上帝就係要使用我哋呢粒微塵咁細嘅光咧，都係可以發揮得好大好大咯。咁但係係需要我哋睇得見呢個宇宙嘅奧秘，呢個宇宙嘅浩大，呢個上帝創造嘅偉大咧，上帝先至會使用呢個嘅光。咁聖經詩篇裏面講到咧，我觀看你手指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我都好感動。咁啱呢一本圖書有呢一頁咧，講到天使見到呢啲嘢，而我哋人呢，或多或少喺我哋人生裏面都會喺某啲位置都覺得，即係我哋好多嘢掌握唔到，因為都知道我哋實在太渺小，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好多事情嘅發生我哋都唔能夠制止，即係個係一個人嘅生命。咁呢度我講少少好少嘅篇幅嘅見證就係咧，我仔仔雖然成日話佢自己叫苗苗啦，係一個嘅即係乳名嚟嘅咁樣，咁而呢個生命都係得來不易啦，咁佢係我第四個 BB 嚟嘅，咁呢度有好多見證可以分享，但係其中一樣咧就係我喺苗苗喺一兩個月大嘅 BB 嘅時候咧，仲係。啊！忽然之間咧，即係有一個上帝好大好大好大嘅感動，話俾我知，原來我哋改苗苗佢中文嘅全名啦，叫浩謙啊，浩係浩大個浩啦，謙係謙虛個謙。原本咧呢個名係冇乜特別，只係爸爸媽媽一人改一個字，我哋冇特別去連結聖經。但係有一下我餵緊奶嘅時候，忽然之間嗰個好大嘅感動就係出現呢個經文，就係個浩大個浩就係見到天父上帝創造係幾咁偉大浩大嘅時候，就即係凸顯咗原來我係好渺小咯。咁就係呢個經文正正就係講呢一樣嘢。係啊，但係同時間，當我哋承認自己係好渺小、好冇能力嘅時候咧，上帝卻係會使用我哋呢個微小嘅光，即係話係幾咁小嘅光都好啦，佢都會使用啊，只要我哋願意。咁呢個矛盾點咧，呢一個即係吊詭嘅地方咧，唔知幾多家長聽完之後都可以細味一下，即係喺人生裏面。有幾多呢個情況？見到自己嘅渺小，然後承認自己係唔足夠嘅時候咧，原來我哋係可以依靠偉大嘅上帝咯。咁而小天使咧，佢同時間都係見到自己好渺小，但係咧，佢卻可以用自己嘅光咧，成為一一盞最明亮嘅星星啊！咁就係講緊咧馬太福音2章9節咧，直情係有講到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啊，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咁呢個係即係聖經嘅事蹟啦。咁而呢個嘅故事當然係即係去連結呢一個經文。啊，原來呢個小天使就成為咗呢一道光咧，去引領即係三博士係啦，即係去行到去呢一個光嘅地方就揾到耶穌啦咁樣。咁即係而呢一個嘅連結，雖然即係未必即係可能係一個故事啦，但係即係亦都可以連結到誒
成日聽嘅聖經，去到小朋友自己哦，一個咁有創意嘅故事背景，原來又可以連結翻聖經嘅故事，咁其實就係一個現代同埋聖經裏面嘅故事嘅一啲嘅交錯嘅一個嘅誒，即係故事嘅發展咁樣啦。咁唔一定係真實啦，但係其實係一個呢一個嘅交織咧，就係一個可以俾到小朋友哦。原來就係呢粒星啊，咁樣咁就有少少可以連結得到自己生活裏面或者自己嘅生命裏面嘅反思咯，係啦。咁咧，我嘅導讀分享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其實我哋今個星期咧，連姑娘就未必有時間咧去同大家有一個直接嘅live 嘅互動嘅時間，但係咧我都鼓勵大家咧，家長咧可以善用小朋友收到嘅聖誕禮物盒咧，去製作一個獨一無二嘅誒小朋友嘅照鏡盒啦。咁呢個禮物咧就係自己小朋友自己就成為一份嘅禮物。點樣去做咧？好簡單啫喎，就係咧搵一個嘅鏡面紙，係啦，加埋一個嘅即係禮物盒啦。咁啊，小朋友可以請佢去裝飾呢個禮物盒啦，又或者係完整地用翻一個嘅好靚嘅禮物盒，然之後就對照嗰個盒嘅裏面個底嗰個嘅大細咧，去剪翻一個嘅可以照鏡嘅一啲嘅鏡面紙啊，咁就好簡單咁樣貼落去個底度。咁我禮物盒係空嘅，但係打開一嚟咧，望入去個鏡面紙就小朋友就見到自己個樣，咁就亦都可以連結一啲嘅對話，例如話係你知唔知道啊？你本身咧就係上帝精心創造嘅禮物啦，係啊。跟住請佢都去欣賞佢自己嘅眼耳口鼻啊、眉毛啊、耳朵啊，即係有幾多奇妙嘅創造咧喺裏面啦。咁啊，而詩篇139篇咧都好，即係常常都提醒住大家，誒、上帝創造每一個生命都係奇妙可畏啊！而咧，即係馬太福音裏面耶穌嗰個嘅出生咧，都有即係有阿三博士喺度都分享到揭開寶盒咧，去拎禮物，即係黃金、乳香、沒藥呢啲嘅禮物咧，去獻俾上帝。咁而小朋友佢哋即係冇好多錢去買好多嘅禮物送俾中意嘅人，但係能唔能夠去將自己獨特嘅最可愛、最美麗、最有愛嘅一面，就係一個好靚嘅笑容啦，簡單如一個笑容咧，去送上俾自己心愛嘅人咧，咁樣咁呢個都可以係即係家長同小朋友嘅互動咯。係啦，咁希望即係如果大家都能夠去收集到一個咁樣嘅少少嘅作品啦，都可以去同大家分享一下 PM 翻連姑娘呢，你哋都有製作到呢個禮物喎，好唔好啊？祝福大家咁啦！如果鍾意我哋資優登分享故事嘅頻道咧，都好想咧，家長你哋都可以同更加多身邊嘅朋友、家長朋友去分享我哋嘅頻道，俾更加多家庭咧去認識我哋一個家庭一盞資優燈。多謝大家，聖誕快樂！